各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仔日1月7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新闻一开始，咱先来关心选战上新的消息。离总统大选即马是已经剩无几天啊，各政党的候选人是拢真拼死。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去桃园甲新住民支持者见面，伊答应讲，若选调会保障新住民甲新二代的权利，而且延长外籍配偶因爸母来台湾签证的时间。也若国民党侯友宜是继续批评赖清德，讲伊前到今高端改变，也佮有对废除死刑的看法是要毋讲和平，无达到大家信任。另外，民众党郭文哲去高雄拜票争取支持，针对韩国瑜话讲，叫大家甲选票都拢总转互咱赢。郭文哲讲，韩国瑜是受到党内压力，才会安尼讲。选前超级礼拜日，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到苗栗桃园屏东甲高雄拜票，也甲新住民支持者见面。赖清德讲，即要认同台湾，大家拢是一家人，会保障新住民甲新住民第二代权利。也讲若当选会加强培训统一人才，甲延长外配爸母来台签证时间。妈妈从娘家过来台湾帮忙看孙子。但是好像签证时间很短，那我们就来延长，大家说好不好？国民党候选人侯友宜是对桃园来到高雄大造势，那国民党大咖教场坐镇，前台大校长管中敏也出现来支持，展现团结气势。侯友宜是批评赖清德，讲伊无愿意正面回应废除死刑的看法，也无兑现改变高端的承诺，我都互人民来信赖。选前就这个态度，选后咧，伊敢会参与人民呢？完全不敢很清楚的对废死或反废死攻击的态度出来，讲到现在1个礼拜了吧，完全没有要解密的状况。也民众党郭文哲规工拢伫高雄超队来拜票争取支持，不过国民党无分区立委提名人韩国瑜，比如伊亲像空气枪真闹热，不过袂赢，呼吁支持者集中选票投予国民党。郭文哲无放在心肝内，指出韩国瑜是遭受党内压力，爱操作去补。我可以了解他是受到很大的压力哈，一定要配合操作弃保哈。其实这个跟他私下跟我讲的都不一样。私下他怎么讲？我才不会跟侯友一样，把人家私下简讯公开拿到外面来念了。国民党、民进党伫年选伫高雄举办大型造势活动，郭文哲、侯友宜也拢来到西丰夜市来拜票，互相拼人气。记者综合报道。也若国民党的副总统候选人嘛持续伫拼选战。民众党吴欣盈去中部扫街拜票，呼吁大家都要起努力保台湾，让台湾的政治有改变。也若民进党萧美琴是搁一届去台东辅选，希望民众加以支持。另外，国民党赵少康是甲中国国台办发声，希望选举会当和平，中国军机莫搁来啊！继续一日暗时，伫台中的造势气势，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吴欣盈初一继续伫中台湾用车队来拜票。对国民党对手赵少康讲，郭文哲加国民党豆腐，伊是直接来回击。谁有实力，就等1月13号见真相。超过15万的这个支持者，在主席的昨天晚上的造势活动，所以我相信这个氛围要弃蓝绿保台湾。要能让这个政治环境能翻转，这个意愿是非常强烈的。那只有民众党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另外，国民党赵少康伫台北为国民党立委候选人造势，伫游选前个同时，更加向中国国台办发威，要求全国解放军相关单位，莫阁互强击到海峡中线附近。剩下1个礼拜，台湾要选举，不要再到海峡中线附近。请你们让台湾海峡保持和平，让我们的选举能够非常平和。那因为每天这样来给台湾人民是有压力的12月既然能降低，为什么1月不能降低呢？保持这个表示一个善意嘛。传统服饰。另外，民进党的萧美琴是到台东来辅选，伊申请人间国父台湾族工艺家担任友妹，请受长版的家来表达感谢，更加拍出进前伫花东服务政绩，期待未来台湾各地有更加平衡的发展。美琴跟赖清德是这次3组候选人里面唯一曾经在台北以外的地方参政过、经营过。不只是台北的角度来看台湾，我们甚至是可以从世界的视野来看台湾，将台湾成为世界的台湾。
山前黄金周超级礼拜日，国民党的副总统候选人继续全台官场拜票拼人气，要把握最后一个假期的时间来冲关山前。记者综合报道。即马大选就伫要到啊！伫这个敏感的时刻，中国外交部宣布参与制裁美国误经对台军售的企业，叫美国都要停止武装台湾。根据国防院上新的报告，中国若是拍台湾，头一批登陆的兵力可能有甲10万人。不过，嘛有分析讲，中国军方欠缺作战的经验，因若是决定要拍台湾，面临的风险是真大。拄到咱国大选剩较无一礼拜的敏感时阵，中国外交部宣布制裁参与对台军售的美国5间军工企业，叫美方停止武装台湾。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罗织各种借口对中国企业和个人实施非法单边制裁，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中方决定对5家美国军工企业实施制裁。中国持续武力恐吓台海，国防部初7公布，查到8架强机、6架强艦，也甲一架中共空飘气球绕台。这是2024年元旦以来连续6天有13粒空飘气球侵扰。国防院一年一届的强军建军发展评估报告中提起，若是中共武力犯台，头一波海空登陆兵力可能达到10万人，包括3万个空降兵军、陆军两车合成力3万人，也甲4万个海军陆战队等。不过报告嘛分析，强军无两车作战的经验，而且爱伫台海反南防空无对称战略部署监控下，穿过100多公里宽的台湾海峡，风险相当高。诺曼底登陆只有几十公里，那台湾海峡就相对宽了很多。横渡台海的时候，那时候它的兵力是没有抵抗能力啊。只要我们有适当的一个防卫兵力的话，那它就是处于挨打的局面。下次指出，去年汉光演习就加强演练反登陆作战，做好相关准备。若是强军决定两车攻台，一定会先以空中加飞弹战略攻击台湾的指挥管制系统，所以保护关键基础设施、战略保存也甲分散指管，这拢是目前南方强化防卫论胜首要的目标。记者综合报道。伫拼选战的时阵，袂少候选人拢会推出宣传品。不过，即马将话术传出国民党的竞选总部，因送互民众的洗衫球，有一伙人无细字，全咧夹在腹肚底，紧急送病院洗胃。这个竞选电影讲，因拢总是做46万粒洗衫球咧送。虽然顶悬是拢有标示，不过为着安全，所以会改送卫生纸。选举期间，真侪候选人拢会发送竞选小物。中华关有竞选团队将洗衫球当作是宣传品发送，无想到发生长辈误食意外，有民众因为无看清楚包装顶悬的字，叫是汤仔食落去，发现无爽快了，赶紧用水落嘴。一粒食落去，怎么安尼？哦，好羞！我怎么赶紧去换水安尼来？一间落，一间落，一间落过，就要快吐出来。我那时候给我提一个社团跟他吐，我想喏，伊讲伊都食到这款的，是正常。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中华关竞选总部制作23万包、46万粒洗衫球作为家户拜访的文宣品。民众认为洗衫加农利样写伫咧包装边仔，字体较细，才会疏忽。竞总执行长洪英忠是表示，这批洗衫球是中华关竞总家己伪制，用于专关家户拜访使用，顶悬拢有标注使用的方法，但是为着安全，收落来会改送面纸。下一波的家户拜访就不会再送这个文宣了，会送另外的文宣，那也会透过我们的基层组织啊，跟我们的乡亲再次强调，那个是洗衣球，不是糖果，不可食用，好让大家不要再误食。李林基督教病院表示，5号有收到2名被顺的长者，因为误食洗衫球就医，经过洗胃治疗观察了出院。民众若是误食洗衫球，当下应该先配出来，莫灌水，而且马上就医，透过治疗排出村内的剂量，清空肠胃道。记者中华报道。各位乡亲，咱做伙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受到辐射降温的影响，透早的气温有较低，咱做伙来看温度。今仔日早起平地上低温出现伫咧苗栗的三湾，敢若8度7。气象署嘛针对新德县、苗栗县、南投县发布低温的特报。日时也开始东北季风会减弱，气温会豆豆回升。若早暗的温差要是真大，民众都要注意。受到华南云雨区的影响，今仔日下半晡开始水汽会变较高，台湾北部会开始落雨。
会延到明仔早起，关山可能会落雪，而且明仔载各地拢有可能会落雨。也若为拜三开始，受到大陆冷气团的影响，气温会阁降低，拜四拜五会上寒，不过水汽会较减少，敢若东半部有雨。也若拜六投票迄天，嘛会是好天。金门马拉松伫1月2天举行，暗过天顶看落有淡薄仔蒙蒙，因为淡仔季风带来境外空气污染物的影响，离岛澎湖、金门甲马祖空气品质无好。为卫星分顶阁看一届，马祖以南一直到台湾海峡这块呢，明显出现雾雾的情形。本岛西半部地区的空气品质也达到敏感族群无健康的柑仔色等级。澎金马今天的空污都会比较严重。另外，在本岛地区的话，可能受东北风影响，会夹带一些些微的空污。那另外就是在背风侧的中南部地区，因为风速比较弱一点的关系，所以会比较容易堆积空污。东北季风国家辐射冷却的影响，初七透早平地最低温伫苗栗关山湾，敢若9度4。到初9华南分湖区向东边煞，全台湾拢有落雨机会。中部以北甲东部落雨范围会较宽。初10冷气团落南，各地各会变冷。预定11甲12透早会是上冷的时阵，较空旷所在甲沿海地区可能会10度以下，12日下就会回升。到10号到冷气团开始影响台湾，主要的降雨形态又恢复到迎风面北部及东半部的降雨形态。到11号，虽然到冷气团还是持续影响台湾，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是明显的比较转干一点。所以其实在11号、12号清晨都是需要留意，会有一些比较局部低温的状况会发生。13是大选投票日，全台湾各地温度拢会较温暖，高温伫20至22度。敢若北部地区回升无遮尔明显，不过气象局提醒，各地透早也是敢若剩14至16度，所以民众嘛是会记得爱穿好少。记者综合报道。最近的冷气团是一波接过一波，梅花嘛开始咧大开啊！北部上大梅花园伫咧桃园的甲板山，昨昏出现袂少赏花的人阵。环管处讲，甲板山的梅花季举办到今已经是第9年啊，每一年拢成要14万人来遮行搭。目前大开的梅花差不多是5成至6成，民众若是想要来赏花，会当趁这阵哦。白色的梅花开甲真水，经过一波一波加温了后，桃园复兴区甲房山行馆梅花开5至6成左右。因为拄好是假日的好天气，不少游客真欢喜上山赏花，摕手机啊一直翕。台湾没有什么下雪，可是它就是有一个梅花的这样子洒落下来以后，有另外一个意境，都很漂亮啊，都很漂亮，人潮还蛮多的。一个礼拜来应该会满开了，很漂亮。因为它还有和那个含苞待放，梅花香味很香，然后很高雅，所以心情很愉快。甲房山行馆梅园有2公顷宽。民国50年开始种梅花，种296丛梅树，是北部上大的梅园。风管处表示，虽然今年寒流无够强，嘛无够久，无熊熊大开，看到规片白色色的感觉。不过梅花是慢慢啊开，花期嘛会较久。预计下周是最佳赏梅的一个时机。我们在脚板山的地区呢，也有2支的即时影像，民众可以在即时影像先行看到花况。之后再来上山。甲房山为2015年举办梅花季活动已经第9年，平均逐年拢会吸引14万人来参加。风管处建议民众，若是出发赏梅花进前，会当先到桃园智慧旅游群 YouTube 的频道，了解甲房山第一手梅花花访的资讯，也可会当看景区的天气、人的多少，也甲停车状况等。袂当到现场，嘛会当伫线顶欣赏美景。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继续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根据台湾感染症医学会统计，今年感染科的医师退休的人数增加，而且来考感染科专科的医师，今年可能敢若剩20个。对照韩国的研究，咱国目前感染科的医师卡手是欠300多人。再来，咱来看联合报。台湾银行顶北京公股银行，伫65岁进前申请退休的，即嘛是愈来愈多，以中介主管占上多。其中台湾银行甲土地银行，介龄前退休的员工占总退休人数的4成外。
有银行的高层讲，主要是因为金融业是真竞争，行员的压力愈来愈大的缘故。再来，咱来看《中国时报》，所谓欠钱的口座发展8年，已经渐渐饱和。目前，永丰甲台新这两间银行已经无提供无限制高利的存款。中国信托嘛规定讲，有实体口座都袂当开数位口座。然而，国泰世华嘛伫今年取消下银行的优惠。这几年全台湾的厝价是直直起，民众想要买一间厝根本就买袂起。根据不动产服务平台资料，发现这10年来全台湾贷款买厝的民众年会明显增加。去年前3季贷款买厝的人有一半以上拢超过40岁。阿木拖车开入去工地，施工人员爬上应价真无闲，为了避免耽误工期，过来申请案是继续伫赶实。这是近年来全台的厝价继续一直起，也后民众买厝是愈来愈困难。有不动产加大服务平台回证联定中心的资料，结果发现，将近10年来，全台湾贷款买厝的民众年龄明显增加。2023年前3季，全国新增加房屋贷款的族群，40岁以上占的比率达到50.8%，也就是有一半以上买厝的人超过40岁。工作如果不太好的话，薪水不够高的话，可能不容易。一般平均可能3、4万开始。那如果以这样子的状况的话，确实年轻人买房如果不靠父母的帮助，确实比较困难。不动产加大服务平台研究总监陈杰明讲，根据内政部的资料，会用看到。全台主体价销指数已经对2012年第3季的78.96大起到去年第2季的130.80，短短10几年厝价大起66%。就伫台湾，厝歹买袂起已经是一个全面的现象，也这种情形也造成民众买厝年龄是继续延后。房租或者是说你的一些基本的生活费，其实这几年都增加非常多。过去数据是30到40岁的人在买房嘛，现在看到的数据是大概过半以上的要超过40岁才买得起房。现在要存够钱去做买房的动作的话，其实难度都相当大。另外就是整个房价飙涨的太快了。陈杰明认为，民众无在调买厝问题已经包含到整个青壮年族群。若讲上买厝了后的贷款时间有30年甚至40年，买拄到中高龄失业，也是讲收入无亲像以往，所面临的压力会更较大。所以讲财务应该安怎小心来分配，也是买厝的人应该斗阵思考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在意大利的阿尼贝斯山，初次发生崩石。有2个去爬山的人拄到崩石，不幸过往。目前已经找到因的遗体啊。搜救人员伫意大利阿尔卑斯山瓦瑞斯附近的范围，找到2位去爬山不幸死亡民众的尸体。这场小崩石发生伫初七中昼左右，所在是伫意大利西北部比利蒙地区，海拔差不多2200公尺的福马扎山谷。小崩的力量真大，一个人被冲到山脚的湖内面，另外一个河水低调的。Dalla valanga tra il lago del Toggia e San Giacomo si tratta di 2 ciaspolatori che erano in gita con il loro cane. Alcuni testimoni hanno visto il distacco della valanga e le persone che venivano travolte. 虽然风正透，搜救人员也是坐直升机赶到现场。最近出任务的搜救狗协助找到尸体。意大利媒体报道，2位遇难者分别是一位30岁妇女，甲一位50岁男性，因是穿细袜用行入去山区。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来关心孟加拉东南部一个罗兴亚的难民营，当地时间初一透早，熊熊发生大火，8000多个难民因临时待厝是规个拢烧了了。目前官方是也无提供伤亡的人数。另外，初一嘛是孟加拉当地大选的投票日，按算总理哈希娜会继续做第5个任期。现场看起规片拢是大火伫咧烧，虽然有民众到山港游水讲要拍火，不过火实在是太大了，无法度救。这是孟加拉东南部一座罗兴亚难民营，8000多位自缅甸走到孟加拉的罗兴亚难民，本来就无所在大四界流浪，怎么个拄到这场大火，打击更较大。当地时间初7透早3点突然间大火，官方统计差不多1000多间临时厝被烧掉。大火原因也唔知，也无伤亡的统计。虽然火伫3点钟后就被控制，不过规个难民营拢已经烧甲乌臭打去。
যতটুকু গায়ের মধ্যে ছিল ততটুকু নিতে পারছি, এর পর্যন্ত আর কিছু নিতে পারি নাই। তাড়াহুড়া করে আমরা চলে গেছি এখান থেকে, অতটুকু বিষয় আর কিছু জানি না।大会即天拄好是孟加拉国民议会选举的日子，伫选前当地就已经发生至少18件放火案件。在野镇也批评总理哈西娜所领导的政党人民人民党，镇下加逮捕抗议的民众。এই বর্তমান আমি ভোট দিব না, আমাদের ভোটের পরিবেশ নাই, আর এখানে বিরোধী দল নাই দেখে আমার প্রধানমন্ত্রী প্রার্থী নাই দেখে আমি এই সরকারে ভোট দিব না。官方表示，这边投票率差不多4成。根据当地票数统计，人民人民党已经摕到过半席次，哈西娜应该当做下伊第5个任期。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咱来看以色列伫咧加沙的战争，造成22000多个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有要1/3是囡仔。有一个9岁巴勒斯坦的查某囡仔，伊伫镜头前甲发生的代志，透过社群媒体传出去，今嘛已经有超过60万人来看。伊嘛号做是加沙上少岁公民记者。为什么以色列炮火？甲亲人为北加沙到甲南部尤干尼斯的拉马加姆斯，摕麦克访问四周围难民，生活拄着的困难甲挑战，只有9岁加姆斯。加沙记者标准配备红大架穿伫伊身躯，长度拢砍到大腿，啊毋过伊条理真分明，讲话也真清楚的表现。短短一礼拜，伫 Instagram 吸超过60万人订阅，因讲是加沙年会上市公民记者。بحب إني أكون صحفية وبحب مهنة الصحافة، بحب أشيل الكاميرا وأروح أصور فيها الناس، وبحب أوصل صورتي وصورة العالم كلها للعالم اللي برا。其他地区共回囡仔过规律的学习生活，詹姆斯是去访问病院、难民营、学校，见证残酷的战争、无人道的世界。رسالتي للعالم إنه يوقفوا الحرب عنا. بدناش قصف، كل ما نشرب من مكان بنلاقي خبط، احنا بدنا مكان امن، بدناش حرب، كل شوي بيحكوا حرب حرب حرب. عملت مجال الصحافة، لما من وهي صغيرة كانت عندها كثير موهبة حلوة، تحب تحاور، اجتماعية جدا. خلال فترة 去年10月7日，以色列对加沙发动新一波的战事，已经造成超过22000个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将近1/3是囡仔。另外，真侪有路无厝的难民，客地的生活条件真害的布棚市，欠水、欠食面，卫生条件也拢真歹。世界卫生组织 WHO 警告，这个毛仔小儿麻痹、毛仔甲直头皮者传染性疾病出现爆发的现象，特别是在真系感染这类疾病死亡的囡仔身上。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在战火当中迎接2024年新的一年。在阿吉边啊，难民上大聚集地拉法，所有人无用走出避难所，食物件加啉的水。عام 24 انه انا ما اموتش، لا في حمام ولا في اكل ولا في شرب، الطفوله راحت ولا في。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带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因小妹金宇正礼拜发表谈话，主张北韩策略并无射炮弹，是以炸弹模拟炮声，结果成功互南韩掠准讲是海岸炮射击，考试南韩的军方实力无较遐。因南韩是批评北韩，这言论是水准无悬的心理战。罗西亚炮击人的战事已经要2年啊！日本外务大臣上川洋子今仔日向去访问基辅。而且伊嘛强调讲，东京坚心支持基辅，宣布提拨3700万的美金提供无人机侦测系统。再来，咱来看美国、甲日本，还有南韩三个国家，初五头一届伫咧华盛顿召开3国印太对话，策略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反对任何武力威胁，还有各方面改变印太海峡现状的举动。这是这3个国家去年8月元首峰会了后，各一届对台海议题公开强调坚定的立场。外交部嘛表示欢迎甲感谢。镜头转来咱国内，台中市第3警分局外口昨晖饭店街发现有人去遐偷放火，
加在警察随甲火拍花，才无造成伤亡。若天光了后，警方有抓到3个嫌犯，原来是一个姓张的少年家，因为涉嫌做诈骗的车手，将一暗房叫去警察局说明，伊感觉警方歹声扫，竟然就叫因朋友去偷放火。停伫警局边仔的前方车身甲涂骹拢焦粉啊！测试透早0.28分，伫台中市南区复兴路甲学府路口的第3分局发生火灾，一台停伫边仔门的前方车骹刷熊熊出现火星，过路民众赶紧通报警方，值班的员警赶紧摕灭火器来拍火。车辆烧起来，我们都有马上发现，然后当然也有民众有跟我们讲，我们当然我们都有看这个监视器，我们都有自己有发现，我们就自己过去灭火。警方调查发现，原来17岁姓张的少年，因为涉嫌做诈骗车手，车人到案说明了后，因为心肝万分，决定初7半暝，塞索姓孙甲姓朱2个朋友，到警局等汽油弹放火了后逃走，不过载车无导火，嘛无人员受伤。警方随成立专案小组，天都还未光，就伫西屯区甲姓张等3个人逮捕。本案为张姓少年因不满警行过程，教唆孙姓及朱姓友人夺持易燃物品，引发火势。警方迅速查明案情，天还没亮，即将涉案3人查缉到案，并依讯后前述依法就办。即马都已经拢讲得开来讲乱了了的啊！是毋是安尼社会即马？讲得开来叫做人心惶惶啦。附近住户是讲，代志发生迄当时当伫困，坦白讲，担心治安无好，大家会惊。警方加3个人依照涉嫌公共危险、放火等罪嫌移送法办，强调无用阮任何挑战公权力的不法行为。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近前发生高中生去互同学抬颔骨的案件，引起大家讨论。根据教育部的统计，校园的暴力事件甲偏差的行为。通报数量一年有甲150件，大部分是发生伫咧国中甲高中，而且以相拍甲偷摕物件的情形占上济。新北市有国中生互同学抬颔棍也不幸死亡，校安的问题引起各界的关注。教育部统计校园暴力事件甲偏差的行为，为108到110项年来看，通报的数量为1万件增加到150件。包括相拍、偷摕物件等等的行为，其中疑似涉及杀人的事件，110年伫咧国中甲高中拢总发生25件，要安怎解决，即嘛是第一要紧。滥诉的一个问题，要有配套措施，不能再这样子下去，不然会造成老师的信心危机。校安人员的一个编制，整个他的一个职权的一个划分清楚，要让他有相对的这个执行能力。如果你真的没办法，要强制执行，甚至要对于家长科予滑板，以至于甚至于连结说你在家庭教育这一块，你要去做一些进修，家长要强迫可以协助学校教育一起来做处理。烦恼校安的问题，有部分的家长会送囡仔去私立中学，认为私立学校会汰选，管教嘛较严格。不过家长团体嘛点出其中的问题。多数都是经济状况比较好的家长才有办法送到那样的一个私立学校，被管制的非常严格，学生其实是非常不情愿的啦，他反而是让家庭功能更加的低落。教育部所辖管的除了学校教育之外，还有家庭教育跟社会教育，但是事实上用在家庭教育跟社会教育的资源非常非常的少。教育团体甲家长团体拢认为讲，校安的问题是真复杂，主管机关应该下部会来协调。讨论学生等去校园了后评估的机制，也该强化校安人员的设置，而且思考家庭教育甲社会教育的功能要安怎提升。记者综合报道。在新北市有一个老母，前几工下年暝的时阵，伊抱伊一岁后生真向公撞入去海山分局新海派出所发救人，因为因囝那亲像一冷去夹着，地势休克。值班的警察看到这个情形，是随甲这个囡仔做 CPR。差不多10秒钟了后，这个囡仔开始有出声，落尾手总算是确定伊有喘气，嘛有心跳啊。有一个老母抱着伊的囡仔冲入去派出所发救人，因为伊一岁后生突然间无喘气，希望警察斗相共救。值班的警察连续做10秒钟的 CPR 急救，婴仔才哭出声。代志发生伫咧去年12月31日跨年的下午5点外，一个老母伫咧饲奶的时阵，一岁后生敢若是去砸着，突然间规身躯电鼓鼓，嘴唇变乌，做老母的正着急，找无病，赶紧走去新北市海山分局新海派出所发救人。经过急救，医护人员到位，甲伊送病，已经救大。
他原先是有发烧嘛，然后后来在喝奶，然后后来呢，他因为发烧那个热痉挛，他就是全身抽搐，然后眼神上吊。我们每年都会有那个 CPR 跟 AED 的那个常训啊，就会叫我们去练习操作这样子。医生讲，囡仔发生休克的原因真多，譬如讲严重的感染，或者是呼吸道结杂瘤。所以大人若看到囡仔走甲正大力，或者是喘气未顺，就要特别注意。正在休克的小朋友，他意识状况开始会变得比较不好。然后同时他的呼吸跟心跳可能开始会变得比较混乱一点，所以一开始在不太对劲的时候，其实应该赶快送医。医生提醒家长，一岁以下囡仔若发生砸掉的情形，会当用搭家只边啊，饲胸卡的方式，或砸掉的物件吐出来。若一岁以上的囡仔，就会当用哈姆立克急救法。要果若是囡仔砸掉已经无喘气，或者是规人拢昏去的时阵，就要赶紧用医院的 CPR， 才袂因为长时间无喘气，造成脑部受损。记者综合报道。在台湾有不少所在停车位是真恶找，不过有民众总徛伫停车格咧占位，嘛称在因为安尼咧起冤家。警方提醒，若是以人占车位的这种行为，是爱食罚单哦。一个小姐徛伫停车格内底，汽车驾驶北区想要停入去停车格，小姐煞无愿意离开，两个人讲甲冤家，民众用人占车位的行为，嘛互当地人无法度认同。现在不是不能这样吗？因为这样它本身的安全也是会有疑虑吧。用人去占车位的话，可能会导致其他人没办法要停当下那个车位。事发伫初六中昼，高雄公山和平公园大林北路边仔，周边路段因为带上火塔，加上瓦公园车位真歹找，初一透早到现场查看，周边停车格拢停满车，部分车辆停伫无画红线的路边。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8条第1项4款规定，行人如以交通平缓之道路坐卧蹲立，足以妨碍交通，可处新台币500元之罚款。用人占位已经违法，警方表示收到通报会依法追查，但同款的状况嘛发生伫台北。延吉街一个巷仔内底，一个女性杀红的仔车占车位，红赶搁比中载，汽车驾驶气甲提告公然侮辱。第82条规定，行为人在道路堆积置放足以妨碍交通之物，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2400元以下罚款。若因停车位而衍生之公然侮辱等行为，则依涉犯刑法妨碍名誉罪办理。伫闹区还是市区找停车位真困难，但也因为安尼，互亲友先用人占伫车位，恐惊得爱食一张比停车费搁较贵的罚单。记者陈环宇、陈显坤高雄台北报道。高雄的款状轻铁试用运到达已经1礼拜啊，不过有民众发现讲，高雄市府交通资讯的 App 系统哪像是无更新。列车是上报也是落站，是拢分袂清楚，也有路卡机荧幕等等的问题。针对这个问题，高雄市府讲会收集意见，赶紧来改善。美术馆去对面坐。高雄轻铁伫元旦正式成年试营运，美术馆大 A 中站爱河之心变双向发车，毋过花厅月台伫大顺路另外一边，初一下晡未少民众走毋到月台。路白坐啊，阮就坐一年啊。有人到车站煞走毋到月台，也有人还未到车站，先拍开高雄 iBus App 查询列车到站时间，发现2班车拢是顺行，还是全部花停，因为市政府也未更新系统。蛮难分辨的，因为都是往里仔内站啊，嘿，对，然后就不知道往哪边这样。相关资讯在 iBus 上面的呈现，交通局已经督促高捷公司紧速更新，那预计在1月8日完成更新。轻铁成年试营运已经1礼拜，部分使用问题陆续出现，像讲路卡伫去年底改做进出月台时阵路卡，不过为少民众路卡了后爱看真久，因为机器的荧幕伤光，根本看袂清楚，互民众唔知到底唔走路卡无。上面看就根本看不到啊。我也听不到声音。所以说这个要加强一下，还是在里面刷比较好。捷运局甲高捷公司表示，试营运期间会赶紧收集民众反映的问题做改善，嘛提醒民众，虽然试营运期间坐车免钱，进出站也是会记哩路卡，才袂因为袂记哩路卡，互人扫卡。万一真正扫卡，会当登去任何一个轻铁车站路卡，安尼就会当解锁。记者综合报道。根据国检署的调查，全台湾有3成的儿童甲青少年体重超磅。有医师就警告，大块的青少年8成大汉了后，也是同款的大块，
安尼恐惊会增加高血压，还有心脏病等等的风险。另一搭有一个13岁查甫囡仔，因为大哭，毋但有像查某人的胸坎，还有轻度肝包油的问题。儿童甲青少年也有可能有脂肪肝。一个13岁查甫囡仔胸部胖胖，有将近查某人穿 A size 的呢皮啊，因为惊去同学笑，定定找理由毋敢上游泳课。家长是怀疑是毋是发育伤早，带去医生看，无想到是因为伤大哭。经过检查发现，查某囡仔毋但体重过重，佫出现肝功能无正常，也佫有轻度脂肪肝甲肝纤维化。小朋友如果他们的体重没有控制的话，长期下来也会跟大人一样有这个脂肪肝、慢性肝炎、肝硬化，甚至有肝癌的风险。根据国健署的调查，台湾高中生伤过重、伤大块的比率是30.6%，高中生原来达到28.9%，平均每3个青少年都有一个体重超过标准。医师是烦恼一寡家长想讲，囡仔大汉都会抽悬变散，不过事实上将近8成大块的青少年，伫成年了后也是会继续大块，也佫较会引起高血压、心脏病这些心血管的问题。那我们都知道会有3高：高血压、高血脂以及高血糖。我们也研究发现，有一些早发性的这些像血糖或者是难以控制的血压的问题，也会是息息相关的。医师提醒，青少年减重上介好的方法，就是为饮食甲运动做起。平常时食白滚水代替有糖的饮料，加2个4小啊，也有饼，这大部分会伤甜伤油，热量悬，这拢较莫食。另外，嘛要保持适当的运动，千万唔通以网络流传的168断食法，一加生酮饮食，互囡仔来减重。建议家长会当咨询医师，讨论上介适当的减重方法。记者综合报道。即马网络直播是真时行，伫线顶会当熟悉无共国家的朋友。台南市的丽人国小，带学生囡仔甲外国人了解咱台湾特色的料理，互囡仔练习用英语来交流。互相认捌无共款食食的文化。轨道顶摆出真侪好食面的模型，学生囡仔认真咧向美国犹他州的师生介绍咱台湾的料理。你要把它做的真的很像真的，然后要让那些线上的朋友们觉得，哦，台湾的东西看起来真的很好吃，也想要来品尝，就对台湾有一个很好的印象。台南市的丽人国小推动介绍在地好食面的特色课程。结合美术课制作的模型，予6年的学生练习讲英语，参全球各地学生伫咧线顶互相了解无共款的文化，视野就会变更大了。这样我们还胆识变得更大，而且就不会害怕跟那些外国人交流。阮进有含日本，嘛含俄罗斯，再是含美国，嘛含韩国，希望的是咱的囡仔会了解各地不同的文化。社会、历史、环境、个背景安尼，有囡仔越来具有国际观，因另外学习愈来愈充分。学生囡仔拢真欢喜，会当熟悉到国外的朋友，嘛渐渐变甲有勇气来讲英语，介绍家乡。校长王全兴嘛表示，透过所谓国际交流，希望培养囡仔的国际观，嘛希望互因的世界愈开阔。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上头来看，伫屏东南边的仁和国小，为着让学生更较了解因的故乡，伫学校改建的时阵，都甲便所的壁结合故乡绘本的创作，为造型嘛擦色水。毋但摕到全台湾旧便所改建的奖项，嘛互学生感觉充满趣味性。壁顶灿烂是个汉洋世界，天棚的电火是莲雾的造型，门顶悬有高水鸭，连水道头拢是黑。这是屏东南边乡仁和国小的便所，起甲真水，佮兼顾艺术甲文化，得到全台旧便所改建奖项。1楼的话呢是听见太阳，小朋友呢可以在这边看到，因为太阳运行的关系，有24个节气。那它也可以用互动的传声筒的游戏。那墙壁上呢就有腌咸菜的过程，让小朋友呢在上厕所的时候可以欣赏美学，也可以学到在地的一些知识跟产业。用社区的产业特色甲绘本故事来装它，互学生囡仔上便所的时，毋但环境清气舒适，阁会当了解南边的文化历史，培养艺术品格。
我们学校都用附近的一些建筑，或者是一些日常会看到的东西，把它改装成厕所装饰，让我了解了林边的产物有很多，所以上厕所可以学习知识、艺术与人文。金河国小表示，较早的学生对学校便所印象拢较旧。即马真受好势了后，那才做全台湾上水的便所之一。未来嘛会结合装塔，加入互动游戏，佮有产业故事，互学生有新点点的便所通用，佮会当学到知识。记者综合报道。来看1908年成立的嘉义树木园，在日本时代是咧生产材野的所在，未少在地人嘛拢会去遐运动。嘉义独立册店伫遐举办台语走读的运动。带大家认捌日本时代留落来建筑。有押韵甲无押韵吼，啊，咱来看是毋是？你看伊遮有无？最后的解说。这粒仔亲子两个头家，煞亲像甲石头落落来声同款。老师小解这种合作助力的食物，互第一届知影的人拢感觉真深刻。嘉义市的独立册店伫嘉义市树木园举办台语讲读，毋但倒咱内底的食物，嘛是了解遮的历史建筑。日本时代就种介济树啊，包括这个。巴西的这个橡胶树，吼，这嘛是咱台湾遮唯一吼有几大片的树林，啊，才有100年的这个橡胶树，啊，佮像咱这个肯氏南洋杉的母树。啊，实在就在进前可能经过，但是唔知影伊的名的植物啊，佮看到伊的种子，我感觉就欢喜。来遮运动拢敢若行过呢，啊，即摆听老师讲啊，咱就加减了解安尼吼。这个树木园伫日本时代是大后上材野生产甲试验的所在，所以树木园内底阁有一寡东吹式的建筑，有宿舍、水表室、地下指挥基地等等的建筑。咱老师就带大家透过这个建筑来认捌迄当阵的历史。建筑面吼，咱有无共款的即个认捌，吼，即个物件叫做会当多元吼来看到即个嘉义宫，毋是干那植物，伊阁有一个历史面。家己来的毋知影讲，这历史是安怎发生的，但是有老师在安尼讲。阮才会知身临其境啦，系啊。占地8.6公顷的嘉义市树木园，为日本时代较大，内底已经有100多种的食物，是嘉义人平常时就会来运动的所在。独立册店举办台语导览，希望透过自然甲历史的角度，互民众透过母语认捌在地的历史。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正综合报道。清正50自火时阵，香槟是真侪人会啉的凉的。有的酒庄会用有机的葡萄来结酒，啉落会搁较顺。不过即马物价直直起，成本增加，业者想要起价，搁烦恼消费者怎呢卖买？根据起葡酒甲葡萄酒的特色，只有伫法国北部香槟区生产的这类型酒，才会当互标示做香槟。制作过程爱遵照严格手续。这几年为着应应气候变迁，真侪酒庄改种有机葡萄，若是香槟品质甲口感得到改善，也减少整体负担。For example, we had frost in July, a heat wave in May, or a flood during summer. We have to answer to this issue with a global approach, and that's why we are converting to organic farming next year, and we have to respect more and more biodiversity in nature. 也毋过受到全球经济环境的影响，提悬品质不一定会当吸引更较侪国内人客，业者不得已改变销售策略。In 2018, when we took over the family domain, we had a perfect balance between French market and B2B and direct selling and the export. And this year, it has changed. Now, I think yes, it's 2/3 of export overseas, especially in Japan and in Canada for. 目前法国香槟有2/3出口国外，业者关注，即卖香槟容器甲包装成本随着通膨增加，恐惊必须酒厂标起香槟的介绍进一步互消费者买袂落去。公司新闻人员编译。往回德国甲法国有眠床的马车停驶已经9年啊。即马为着鼓励民众坐火车，莫坐飞轮机，减少碳的排放，即马阁恢复车帮，而且按算阁继续增加马车的路线。
由德法两国国体联合营运，用奥地利国体出产，大部分伫中欧地区用的困层车厢 NightJet。这帮跨境夜班列车，予旅客有更较环保的交通选项。车厢内底设备简单，物件较全，无论商旅、吹佚佗，拢会满足需求。 Alors l'intérêt de prendre un train de nuit, c'est que le temps de nuit aurait été dans tous les cas dormi, donc c'est pas un temps perdu. Si on prend l'avion, le temps de l'avion est certes plus court, mais il faut aussi prendre en compte le temps de trajet pour aller à l'aéroport, pour en revenir, pour faire les check-in, les check-out. 发新社指出，2023年一个跨境夜间火车出台巴士甲飞轮机的旅客超过21万人次，比去年增加15%。为达到减团目标，法国按算伫2030年进前开通10条夜间列车服务。这个也一个拓展通向欧洲13个大都市的火车路线。不过目前夜间列车的收入有关无稳定，德法路线的复驶。 可以是法国政府每年1000万欧元的补贴。Ich glaube, dass es entscheidend ist, dass die politischen Rahmenbedingungen stimmen. Die Wettbewerbsbedingungen sind verzerrt. Flugverkehr ist von der Kerosinsteuer befreit. Europäisch gibt es keine Mehrwertsteuer bei Flugtickets. Das sind natürlich Themen, die uns im Nachtzuggeschäft zu schaffen machen. 德法困层暗车照登记无共，票价差不多30欧元起跳，赛时间差不多15点钟。中途会停伫法国斯特拉斯堡、加德国法兰克福等大都市。复赛初期暂时规划每礼拜3班次，按算明年10月进前要增加到逐天1班。公司新闻杨间编辑。南美洲秘鲁的外贸观光部，选伫咧首都利马的野生动物保护区。 宣布因境内记录到1800多种的鸟仔，是全世界鸟类上介济的国家。秘鲁首都利马这片南亚地，鸟群的数量是有够济，这个互密集惊吓这个患者的发病的程度。在南美洲西北部的秘鲁，因为丰富的地理和气候形态，加上拄好是伫个过冬鸟飞的路线，和巴西、哥伦比亚是互叫做南美3大鸟仔上济的国家。 秘鲁的鸟仔类记录委员会最近阁发现19种毋捌登录过的鸟仔，嘛因为安尼，境内鸟仔种的数量对原本是1860种增加到1879种，已经超过哥伦比亚，嘛变做全世界鸟类上济国家。El Perú es de alguna manera un jardín del Edén en la tierra, ¿no? Lo tenemos absolutamente todo: Amazonía, Andes, bosques tropicales, la corriente de Humboldt. Me parece que es el destino ideal para cualquier persona que esté interesada en observar aves. 外部观光部测试是正慎重，在维拉南亚地野生动物保护区，邀请爱鸟仔的人士和国际媒体参加这场宣告秘鲁是全球第一鸟仔王国的记者会，希望会当进一步推动入境旅游的风潮。El turismo con todas las dificultades y todas las críticas ha crecido 25% aproximadamente en el turismo receptivo y cerca de 29% en el turismo interno. Y dentro de los segmentos nuevos, este es uno que tiene que ser fortalecido. Si lo sacamos en números, representa ya hoy casi el 25% en lo que significa turismo del exterior que viene acá solamente al tema de avistamiento de aves. 除了表面宣传，伊阁讲和其他边仔的国家，亲像厄瓜多、巴西、智利等等，未来会当做伙做旅游策略联名的可能性。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看今仔日各地温度。 北部地区上低14度，上悬22度；中部地区上低13度，上悬24度；南部地区上低14度，上悬26度；东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3度。 咱来看外岛地区，11度至20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